民主燈塔定係掠奪之路嘅探照燈？當特朗普喺海湖莊園揚住馬杜羅戴手銬嘅相，炫耀捉人成功嗰陣，所謂世界民主燈塔嘅遮醜布被撕到爛晒，咩民主、咩主權、咩國際正義，喺美式霸權嘅鐵拳面前，通通都係自欺欺人嘅謊言。呢個成口規則掛嘴邊嘅國家，骨子裏根本就信奉住強盜邏輯，而今次惡行嘅核心，正正係覬覦委內瑞拉嘅海量石油。委內瑞拉坐擁全球17%，高達3000億桶已探明嘅石油存量，排全球第一。其種質原油係美國煉油嘅剛需原料，7日就可以運到美國東海岸。特朗普淨係靠毒品恐怖主義呢項模糊罪名，就出動150多架飛機，派特種部隊跨境突襲，捉走主權國家嘅元首。呢啲邊係執法行動啊？分明係一班全副武裝嘅暴徒闖入他人屋企搶劫。聯合國憲章入面禁止用武力侵害他國主權嘅明文規定，被美國當成廢紙一張。囂張嘅係特朗普完全唔掩飾佢嘅掠奪野心，公開聲稱要接管委內瑞拉，直到完成所謂安全過渡。其目的根本就係要讓美國石油公司入場掌握石油生產，切斷呢個國家嘅經濟命脈，將佢變成資源殖民地。而呢個舉動仲開咗個危險先例，今後任何擁有戰略資源但唔服從美國嘅國家，都可能被扣上莫須有嘅罪名，慘遭定點清除。全球多邊主義體系被美國插咗致命嘅一刀，今日委內瑞拉，聽日就可能係任何一個國家。更諷刺嘅係呢場掠奪連美國自己嘅法律都公開違反。1973年美國戰爭權限法明文規定，總統動用軍隊必須經國會宣戰或者特別授權，但特朗普今次大規模跨境動武，冇得到國會嘅批准，亦都冇遭遇委內瑞拉任何嘅挑釁，完全係為咗石油利益嘅單邊掠奪。呢種繞開國會、獨斷獨行嘅做法，將美國一直以嚟吹噓嘅三權分立撕到粉碎。而美國所謂民主制衡，不過係粉飾霸權嘅工具。所謂民主燈塔，不過係照亮其掠奪之路嘅探照燈。